恶臭、荒废、登革热聚集的地方，还有一些卫生条件不好，还有一些游民都进驻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这些里民对这一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他们非常有期待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以前最热闹的地方。那有关于外扩卖店布商22间的部分，我们也来尽速的赶工哈。然后在外扩卖店这边，我们希望争取能够让外扩卖店的布商能够在明年农历过年之前能够开始回去外扩卖店营业哈。那至于国华街3排38户的部分我们也会来尽量争取摊商能够来权利最大化然后尽量来原地安置。但是有一个前提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保留我们这栋西市场的古迹之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位于台南市中西区浅草商圈的市定古迹西市场及附属建筑香蕉仓库，最早建立于明治时期，是当时南台湾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市场，也是台南市区当时的娱乐及民生用品供应中心。台南市政府文资处历时3年半，耗资将近2亿元，将这里修复完成，让这座见证台南市100年来庶民日常生活的市场，能继续留在人们的视线中。未来台南市政府将持续进行街廓整体改建以及商圈活化，让更多人认识这座老台南记忆深刻的重要地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那整个西市场可以说是很多老台人大家共同的记忆。那在日治时期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市场。那从1905年第一代因为风灾倒了之后，那1912年第2代重新把它兴建，所以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风貌就是1912年当时所兴建的一个风貌。那整体性的修复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它位于市场，那要兼顾到所谓的市场这些摊商他们的所谓的生计，那又要兼顾到古迹修复，所以光修复的时程花了3年多的一个时间。不过这3年多来，我相信完成之后，大家应该会对整个西市场的这个历史风貌感到非常非常的一个惊艳。那目前我们经发局已经后续在做相关的再利用，还有有关周边环境的一个整理。相信不久的将来，整个西市场对外来开放之后可以让大家见证到一个100年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古迹的市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0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虽然风台无来，不过却受到西南气流影响，造成真侪所在落大雨淹水。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午特别来到台南视察三亚溪整治的情形。苏院长也指示经济部水利署必须提前伫111年底进前完成全部的工程，才会当改善排水、严化淹水的问题。院长苏贞昌一透早7点外就来到位于三亚溪流域的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了解抽排水的相关设施，同时验收多年来治水的成果。会中听出水利署长甲台南市水利局长的简报，这立委嘛拢较常关心，持续争取该区域容易淹水的整治。苏院长会中相当感慨，因为过去前瞻有算被批评是白条仔卡。不过现在证明是做对的代志，嘛有效解决水患。2年前，它的雨量不过300多，这一次的雨量到700多，近800，但2年前淹水到裤腰，这一次没有淹水，所以这就是蔡总统上任以来立刻变前瞻预算。我们经济部水利署这一段期间有效运作，
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立法委员。会中市长魏天嘛肯定千载无声到底3名客政治已经发挥效果，呼吁中央支持后续64亿的治水无声。我们这次有淹道的部分，我们都会把它特别的标注起来特别要做改善。希望一次比一次，像这次我们大概淹了几公顷大概不到1000啦，大概在800左右。800公顷，我们希望说未来同样的雨量标准，我们会淹得更少，而且会疏导得更好。虽然这几天来，台南各项治水甲应急工程陆续出现成效，不过来水的整治依然有89.7公顷的饮水区域，有待中央甲地方合作，彻底解决民众饮水恶梦。电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议长郭信良会同议员上午前往各区的模范父亲厝内送上祝福。希望伫属于爸爸的8月份，透过真心的感恩，让大家了解模范父亲对家庭付出的辛劳，同时也祝福每一位爸爸拢会当身体勇健。伫即个属于爸爸的月份内底，议长协同部分的议员做伙来到其中几个模范爸爸的厝邻祝福甲表扬，同时嘛肯定因过去为家庭佮社会所做的努力。住伫咧安南区的前议员吴兆安，曾经是第11届佮12届的议员。前议员过去不止干那热心服务民众，同时嘛甲家己的养殖事业经营了真好。到如今3个查某囝嘛拢有真好的发展，是一位真正的精转爸爸。吴兆安的前议员会使讲伫阮政治界前辈，我伫地方上的付出呢，甲热心公益，大家有目共睹。而且伊对厝邻的教育，甲着事实教导呢，会使讲是一个非常典范，值得咱家肯定甲学乐的一个长者。所以今仔伊会当得到台南市认同来表扬的精转爸爸，是实至名归。我嘛感觉讲，食到即个7、80岁佫会当讲得到即个殊荣我嘛感觉讲非常感谢啦，我非常感谢咱。迄个区公所甲咱引荐，市长甲咱颁奖，咱议会咱的郭议长则甲咱肯定，我伫即个所在再次感谢，今仔专程来到汉社来甲我祝贺，互我衷心非常的即个感恩，谢谢，感谢大家。刷落来镜头来到位伫咧7股区的勇者爸爸汪春龙，大囝是一位慢飞天使。汪爸爸翁某唔惊辛劳的一路陪着后生来求学成长，嘛伫咧96年的时阵成立溪北地区第一个服务心智障碍者的主攻心智关怀协会。除了耐心陪伫咧后生的身边以外，同时嘛帮助着有真侪需要帮助的家庭，互在场的议长佮有议员因拢非常的敬佩。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会定期会上午进行教育委员会议案审查，包括议员的提案、教育报告案、一般备查、甲法规报告查照案等，总共780件。其中，仁东艺文廊道、甲争取公有向下延伸教练会等提案，也成为议员关心的焦点。台南市东区因为属于文教区，拥有真侪艺文的资源。对文化中心、巴克勒纪念公园、到林德奇美博物馆，总长将近5公里。议员蔡小伟提案，针对仁东艺文廊道，应该进行整体盘点，莫只有一间型的活动，加上副都心未来还阁有科学教育馆。议员建议应该纳入整体性的规划。其实它是整个沿线，所以就顺便请局长来回答一下，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说明一下现在的进度？大家拢做期待的科学教育未来馆，蔡小薇议员的提案，仁东艺文那个廊道的规划时程，包括它的说明里面完全没有写到科学教育未来馆，所以我们如果说现在教育局长这样的说明跟讨论，我不知道应该要列到哪里去，是不是这个部分可以请蔡小薇议员或我们其他同仁另外再提案，针对科学教育未来馆做一个提案。但是我觉得仁东艺文廊道的规划时程，如果以说明来上，我想还是要请文化局做一个说明。未来馆即阵因为整个工程工程迄个部分是连迄个教育部那么来统筹啊，他现在已经把那个
整个规划这个小组都已经成立了，那由那个台中那个科博馆的那个当筹备的这个召集人，那他们原来我们送上去初步是46亿，他现在因为整个未来馆来讲比较偏重在软体，所以它提升到60几亿，那已经由教育部送到那个行政院，那让国发会去审查，目前的进度大概是在这个阶段。咱都文化中心巴克里公园一直沿线一直到奇美博物馆，包括这个虎山这个公园迄个所在啦吼。所以这个所在因为它的艺文空间其实很多所以希望把它串联在一起，变成一个仁东艺文廊道的一个可以提供民众休憩观光旅游的一个场域那个地儿。那这个部分目前已经是在执行当中了吼。那去年也透过活动的方式来做一些串联，包括一些商家的连结也都办理过了哈。那今年疫情如果趋缓之后，我们目前规划的办理时间是10月2号到11月30号。10月2号到11月30号会串联整个仁东艺文廊道的一个动线，办理相关的艺文活动了哈。另外，伫咧争取公立幼儿园伫咧入学的年龄向下延伸到2岁的部分，教育局嘛回应，伫咧今年5、6月份有讨论盘点，因为一班只收8个人，因此空间唔免伤大。目前正争取经费，预计今年底到民国111年会用咧增加20个班。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的作文工程搁伫咧规划研究的阶段，但是最近却有人囝写得历史作文重要建议的批，互当地民众甲民意代表调过伊要混淆视听，互民众误会是作文的未来规划。台南市作文工程处特别出面来澄清，呼吁市民大众唔通被骗。正确的资讯爱看市府交通局甲作文工程处的官方网站。台南市民广泛重视的捷运绿线规划，正在办理可行性研究修正当中。但市府交通局近日发现，有中西区的民代以及邻里长收到未署名绿色捷运重要建议的信件。经调查发现，原来是陈情人个人对路线的建议，并非交通局公布的路线。而且信件内容说明会的举办场次、时间、地点都是108年举办绿线说明会的资讯，有混淆视听、引发争议的可能性。为此，台南市捷运工程处特别出面澄清，民众有寄那个有关我们台南市先进运输绿线的一个重要信函，然后那上面有揭露要办市场说明会的讯息了。那因为这个部分经过我们捷工处去查证的结果，应该是民众自己个人的一个意见跟想法然后就是寄给中西区的一些邻里长跟一些民代，然后那上面的那个有关上面的那个说明会的资讯，都是我们108年举办说明会的一个旧资讯所以也造成中西区的一些民代跟邻里长的一些躁动跟困扰了那这个部分我们经过去查证，这个部分并不是官方的一个作为了所以也因此我们为了说避免民众误解误认以为说路线已经有一个新的方案，然后也要召开说明会，说我们就主动的发布那个新闻的澄清稿，并到警察局做一个报案的一个动作。因为捷运是市府重大的建设计划，有任何的资讯，市府都会公布在交通局或者是捷运工程处的网站。民众若是想要查询台南捷运的相关资讯，可以多加利用。捷运的计划都是市府重大的一个建设啦，所以这个讯息我们都会很谨慎。所以将来如果民众想要查询有关我们捷运业务的相关的一些资讯的话，都可以到我们交通局或者是我们捷运工程处的官网上查询。那我们会将最新的进度或讯息再公告在网站上。另外，如果我们未来要举办公听会或说明会，我们都一定会以市府正式的公告的文书寄达。那如果民众有一些疑惑的话，也可以马上电话跟我们来做一个查明的动作。台南捷运绿线目前从5个替代路线方案中评估1至2条较具可行的路线方案，
并针对路线方案的运量、场站、财务、工程以及用地取得等，做进一步的可行性评估。后续有初步成果，将再召开说明会。市府强调，市民若有捷运规划建议，可以向交通局捷运工程处反映，交通局会纳入规划参考。千万别擅自发送不实资讯，以免处罚。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进前防疫3级警戒开始，关会状况就愈来愈歹，加上顶礼拜大雨影响，互民众更加无想要出门关会。属伫台南甲高雄的关会中心，目前会议的库存量只有3天，是 COVID-19 爆发以来上欠会时期，呼吁民众踊跃关会。顶礼拜大雨，互民众无想要出门，连带影响到会议目前状况。现在 COVID-19 疫情渐渐趋缓了后，病疫患者纷纷返回，造成医疗用血量的增加。南部血库存量仅只剩3天左右。好佳在现在雨停啊，真侪有爱心的民众纷纷来到关会中心，捐出家己的热血。今天没有下雨，对，才会想要来。不然之前下大雨没有想出门，没办法出门。对，这梅雨季节这么长嘛，而且那个血库呢就闹荒了，就很缺血，而且又加上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呼吁大家呢多抽空来捐血。疫情已经降为2级，现在医院的用血已经慢慢恢复，所以现在是比较多病人回到医院去开刀做手术。但是我们比较不巧的是，在7月中旬下半到上个礼拜到昨天都还是有豪雨的状况，所以这个天气的状况影响了很多捐血人就不出门了，所以我们目前在血液的供应上就产生了缺口，所以现在呢。目前我们血库只剩下大概2.5天的血液，是非常紧急的。3天后的病人就可能没有血可以用了，所以现在还是要呼吁市民朋友赶快出来挽袖捐血。关会中心因为受到 COVID-19 防疫措施的影响，除了无法度入去校园、公司、部队募会以外，真侪大型的关会活动也因为烦恼根据被迫取消。自5月中以来，会议库存量持续不足，日前阁拄到大雨侵袭南台湾。互原本就欠缺会库存量更加见底，现在也好天啊！台南甲高雄的关会中心也恳请立会民众踊跃关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最近几档因为冠心症死亡的人数提悬。不过，在疫情当中，基美医学中心冠心症照护团队同款坚守岗位，顺利第3度通过病医丙鉴，甲医疗品质测证会冠状动脉疾病品质认证，非常无简单。基美医学中心伫2014年头一届参加医测会冠状动脉疾病品质认证，成为南部第一个通过品质认证的医学中心。虽然伫今年的疫情严重状况下，冠心症团队嘛是继续努力，互因第3届得到这届的认证，借此嘛用来提升台湾南部冠状动脉疾病患者有更较好的照护品质。从今年初的疫情开始爆发，我们还是做了很多针对这个冠心病的病患的患者的这些品质管理啦，品质的提升。来做了很多努力，那也很高兴呢，这是第3次通过这个认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奇美医院心血管团队啦，对于这个冠心症的病人呢，其实一路以来呢，就是不断的去做了一些努力，包括这个品质的一些管理啦，病人呢在这个整个疾病的一个控制啊，或者是发病了以后呢，在这个预防这个疾病的这个再发生啦，这个都做了非常多的一些
一些项目来改善这些病人在这个疾病的控制的这个成果这样子。过去针对冠状动脉疾病的照顾，只有急诊医学部、心脏血管内科、甲护理团队来协助治疗。现在奇美医学中心整合跨领域的照护团队，加入心脏血管内外科、营养科，改分为9属等，总共8个无同单位来组成心脏血管的动静中心，希望借助强化冠心症的患者照护品质。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多家思索这个社会企业单位，主要是为一定50岁以上的妇女创造经济能力，实现梦想所设立的。迎接中秋节，特别甲在地知名的珍宝业者合作，推出一款多用途的袋仔，希望成为中秋送礼新选择。来到度假思索的工作室，这位来自大陆的新住民，对课业辅导老师的身份嘛加入彩虹行列。为今年中秋要全新推出的渔网礼袋来赶工，除了挑战过去彩虹的难度，身为3个囡仔的妈妈，嘛希望实现来台湾读大学的梦想。作为一个妈妈，对照顾家庭、对经济收入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应行业要求，目前多家思索渔网商品对设计、制作、包装每一个步骤，拢由无同妇女分工完成。同时嘛，首次跨行业甲在地知名的珍宝业者合作，设计一款不止提升照料送礼，会让永续使用的包装，嘛是装饮料、咖啡的多用途，更是要送出希望甲祝福。做的地方我们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拉绳，然后希望可以让消费者除了可以装辣酱成为一个礼袋之外，在平常你喝饮料的时候，也可以拿着这个袋子，能够一起来爱我们的台湾，爱我们的环境。那多家思索一直着力在提供给这一群多家妈妈的发展他们的第3人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蜜糖辣酱的这样的一个中秋节礼袋，能够来支持多家思索，一起来成就妈妈的第3人生。身为创业第3代老点子，除了体会文创品牌可贵，更是认同妇女发挥才艺，追求社会企业的力量，所以联手合作。在多家思索这边他们有一些原住民的妈妈，有一些对纺织有才艺的妈妈，他们可以手工制作这个袋子。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比较蛮有意义的啦，然后也可以给妇女多一个展现自我才艺美丽的一个平台。根据了解，该礼袋推出以后，陆续已经有政府甲民间的团购订单，予今年中秋有一款全新送礼新选择。咨询专线06-288-2253。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今日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落雨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